第24課旅行登記旅行團。生詞：古之地道、河上市集、九龍江平原、南部水鄉、朱督婆廟、會安古街、順化皇城、下龍灣、獨處寺、橫劍湖、沙巴、奠邊府、尖婆塔、西原少數民族、高山、河流、小溪、大海、森林、椰樹、田野、公路、山路、高原、海灘、寺門、廟、農場、草原、沙漠、鐘乳石、山洞、影相、爬山、爬船、野餐、租車、買飛。下個星期係五一勞動節，公司連續休假4日，我哋去旅行咯。好啊，成日工作咁緊張，趁呢個機會輕鬆一下都好㗎。你話去邊度好呢？去大勒好冇？嗰度氣候涼爽，風景又靚。我中意去芽莊海灘玩水，一邊食海鮮，一邊享受海風。咁就兩度都去啦。大勒、芽莊4日遊，點樣？好，仲唔快啲去旅遊公司登記？遲咗冇位㗎啦。請問，我想去海邊旅行，唔知有邊個旅程係2-3日嘅？有啫，我哋啱啱有一個特別旅程，潘設避風閣，2日1夜全包旅遊，每位80萬。呢個旅程有乜嘢服務呢？全程有新型旅遊大巴接送，入住2星旅店，1次自助早餐，2次套餐，5餐，1次海鮮爐晚餐，接送參觀沙丘、火山岩石，仲有因特網服務，按摩游泳池、蒸汽浴全部免費。乜嘢時候起程？拜六朝早5點半起程，拜日夜晚8點返到嚟。有冇買旅行保險？有，包埋喺裏頭。細佬哥點計？12歲打落，收費70%。請問，我想登記去香港旅行，唔知有邊個團啱去呢？喺10月，我哋公司有組織香港、澳門、深圳7日遊。主要參觀乜嘢？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、深圳世界之窗、澳門金沙遊樂場，同埋一啲有名嘅景點。行程點樣？第一日從胡志明市坐飛機直飛香港，喺香港玩3日，繼續坐火車入深圳玩2日。然後再坐船過澳門玩1日，第7日返香港，坐飛機直返胡志明市。幾時起程？收費幾多？10月19號起程，收費係$669。有冇淨係去香港嘅旅遊團啊？有啊，香港探親7日，從胡志明市坐飛機到香港。住頭1晚酒店，第2日離團自己去探親，約定第7日喺機場集合，上機返胡志明市。點樣收費？包括啲乜嘢？收費$320，包括來回機票、入境簽證、頭1日嘅參觀食宿。另外要附加乜嘢費用？要附加機場稅、安寧稅。有乜優惠？對於旅行小組家庭成員5個人打上，或者第2次再嚟光顧嘅貴客都有減價。
呢次嘅香港探親團幾時起程？都係10月19號起程。咁我登記香港探親團要2個位。